关先生，我想请问你跟测量师 Flora Chen 是什么关系？请问，请问我们的关系跟你们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呢？关先生，我们确实很需要这个资料，请你如实回答。我跟 Flora 算是男女朋友，我们对彼此都有好感。你有没有送过什么贵重礼物给他？有。你之前追求的对象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待遇？那倒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Flora 是我想要的女人，她值得我花心思对她好一点。为什么你送这么大量的金器给她？想哄她开心喽。为什么你选择送金器而不是其他首饰呢？金比较保值，黄金还会升值的，所以我这个人比较实际。明白。我们想看看你买金器的收据。我全放在家里了。其实你们到底想问什么？追女生当然需要付出了，付出多少是因人而异的。我有能力，我有钱，想对自己的女朋友好一点，不算犯法吧？不算犯法。所以麻烦关先生准备好收据，我派人去拿。谢谢合作。请。行政总裁廖永生表现得很合作，我觉得他没有问题。反而关兆恒，我觉得他有所隐瞒。等他们的财务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OK。进来。张 Sir、骆 Sir， 有新发现。我们在何处长的监听记录里，意外录到琳达莉和一个人偷偷的讲电话。我一直跟何先生在一起，不方便接你的电话，找我什么事？我早就知道了，没了刀刃之后，你们就跟龙少爷合作吗？不要停，何先生回来了，跟马挺吃饭的时候再谈，拜拜。我已经把这段录音打印出来了。阿婷就是卓天光，他跟一个叫龙少爷的人合作洗黑钱，而琳达莉是知道的。琳达莉说跟 Martin 吃饭的时候再谈，也就是说何处长不是 Martin， 而且跟卓天光不熟，不然的话他不会在卓天光面前称呼何处长为何先生。同意。而且我调查过何处长，买廷辉楼盘辉映1号的临时合约，证明他是按第2批的价格买的，没有收取廷辉任何折扣，就是没有利益输送。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排除他的嫌疑，只剩下李主任了。那李主任的监听记录有没有发现？没有，只是日常琐碎事和例行公事。OK， 小黄继续监听李主任。子枫，你去叫跟踪组继续盯着琳达莉，最好能查到他、卓天光还有马挺在哪里，还有什么时候吃饭。还有，之前听你说你朋友维 Sir 有调查过琳达莉的资料，应该有啊。你去打听一下，看有没有线索。OK。怎么了，兄弟？哇，韦继明，你干什么？我儿失踪啊！我找你几天了。喂，我有话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我这辈子真的很失败，因为当警察，可以帮别人，谁知道害的人比较多。你怎么了？好好的说这个干什么？还有啊，小时候塌楼那件事情，都怪我贪玩，反锁了一帆和子欣，连累一帆失去了家人，你姐姐就断了腿。之后呢？总之我觉得最应该死的人是我。韦继明，你在哪里？你放心，没事，放心。喂，说啊，在哪里？
你干什么啊？是不是卓一凡又说了什么，害你为当年的事自责？不是，那你为了什么？我在跟你说话，你别假装听不到。敢自杀却不敢面对我，你不是对不起我姐姐吗？道歉了吗？对不起都不说，就想要死？你真这么介意当年做过的事，就应该想想怎么做人，怎么去补偿，而不是跳楼懦夫。对不起。跟我说干什么？你去跟我姐姐说。你找到子欣了吗？哦，你还会在乎？我以为你很潇洒，什么都不管了。韦继明，你想死还早着呢。当年塌楼你死不了，今天跳楼你也死不了。我拜托你，想想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应该怎么做。欢迎涂小姐加盟龙城计划，现在10条街总算完整了，相信我们的合作会让这个计划更加出色。很感谢卓老板给我机会参与，我们招强集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别这么说，之后的 X 项目还有很多事要向你请教的。我们正在筹备 X 项目的签约仪式，到时候又要麻烦你过来一趟了。没问题。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龙城计划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两位对2家公司的合作有什么期望呢？哦，首先龙城计划呢，就是嗨，你今天很漂亮。谢谢。子欣能变成今天的涂敏一点都不简单，我很佩服她。子欣姐真的很厉害，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最后一定能做到。龙城计划只是前菜，他们最在意的是 X 项目。你别看子欣那么从容，其实她下了很多苦功，压力肯定很大。虽然我不能干，不过我真的很想帮子欣姐分担一下，不辜负她对我的期望。而且我也不能白拿她的工资。很好。我很想问，为什么你的甜品和我的不一样啊？因为你的比较特别，是我叫厨师特意做给你吃的。哦，真的？是啊。好吃吗？好吃。你尝尝。这个甜品是我在香港吃过最好吃的甜品。那就什么都值得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很难订的，很多网红都会特地来这里打卡的。要不这顿我请客？不行，每次都是你请，这顿我请。谢谢。送给你的，恋爱1个月纪念礼物。Sorry， 我没有准备礼物。是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快打开。谢谢。这个品牌很贵的。
领带夹。那我知道你有很多领带夹，不过呢，这一个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亲手设计的。我特意找人定制好之后，在上面亲手刻了我跟你的名字上去。谢谢。我过2天补送一份礼物给你。你不喜欢？哦，不是，我不想你浪费钱嘛。我是不是做的太多？不是，我最近工作很忙，有点累，别乱想好吗？OK。两位，看你们那么开心，不如帮你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呢。好。好啊。OK。哎，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接。没关系，工作重要。Sorry。喂。做咩咁好請我食飯啊？請你食飯點夠啊？我要準備份厚禮俾你添啊！如果唔係你鼓勵我要好好表現，我爹哋都唔會派我去菲律賓考察。你知唔知啊？以前我講乜佢都聽唔入耳，而家竟然肯聽我意見喎。仲有添啊，嗰份考察報告，爹哋好緊張啊！好彩咁啱你稍微提一提，我就即刻明晒，成個通晒。爹哋仲讚我份報告做得好好。咁咪好咯。你知唔知啊？本來嗰個考察團咧係我同我哥一齊去，但係我哥出發之前，行李袋俾人搶咗，連本 passport 都冇埋。如果唔係咁啊，都輪唔到我擔大旗啦。咁你一定要搞好 X project 咯喎。其實講真啦，我哥確實係叻我好多嘅，但係講到底，我先至係爹哋嘅親生仔。我想佢同樣重視我，只要你得閒提我幾句，我相信終有一日，我一定會超越我哥。你睇住你啊！今次我幫 X Project 起咗個頭，即係希望爹哋會俾我跟埋落去。你估有冇機會全權負責 X Project 啊？嗱，我哋兩個咁夾，只要我哋拍住上，咩都搞得掂。當然啦。你撐唔撐我？點會唔撐你啊？咁我就嗌爹哋將 X Project 交晒俾我哋。好啊。講嘢。老闆，我啱啱同個警察朋友飲嘢，佢話韋繼明早排跳樓自殺，但係獲救，冇生命危險。但係據聞佢情緒出現咗好大嘅問題。點解要自殺啊？你點會知嘅？聽朝10點，似清寺。阿欣，陶小姐，你係阿欣？我係樂子欣。阿峰、以凡、嘉晴，
全部都知道我係智恩，做咩做傻事啊？對唔住啊！當年我鎖咗道門，對到你冇咗隻腳，對唔住老千。我覺得累到犯法冇屋企人，我當時真係好後悔。臨樓之後，我不斷反省我自己，我做得好差好差，所以我想做返個好人。我去做警察，我想幫人，我想彌補返，但係我連我最想保護一個親人嘅雪都保護唔到，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冇用，所以我就想走。其實呢一次意外錯嗰個唔係你啊，係卓庭光，所有嘢都係佢造成嘅。你咁講係咩意思啊？呢度10幾個靈位係我阿爸、以凡阿爸、嘉晴媽咪，同埋我團隊每一個人嘅屋企人，佢哋都係卓庭光害死㗎。當日我哋唐樓並唔係一單意外，係因為卓庭光嘅富人地產，佢為咗收樓，佢揾人引爆石油氣，之後佢仲收買個官去改報告，話係日久失修。你鎖咗道門係唔會造成冧樓㗎，你要怪嘅係怪卓庭光。盛卓呢一家人做咗咁多傷天害理嘅事，佢哋都冇負責任。我翻嚟處心積慮做咗咁多嘢，就係要懲治佢。我為我隻腳，為咗俾佢害死嘅人，我要幫佢哋討回公道。所以你唔應該為咗呢啲人死㗎。我唔想喺呢啲靈位嗰度見到你個名。等等啦！我終於明白點解有天要我未走住，因為我仲有啲嘢未做。一直以嚟我都安排咗唔少線人喺卓庭光嘅身邊，佢哋嘅犧牲就換嚟咗眼前嘅線索。卓庭光喺各個界別都有佢哋嘅爪牙，海關、入境、投行、商界，甚至政界人士。你有咁多佢同唔同部門嘅人勾結嘅資料，點解唔舉報佢？證據未夠，就算之前有證據，最後都會俾佢走甩。咁多年嚟，佢每一次都可以大搖大擺喺警署同廉政公署嗰度行翻出嚟。因為執法部門都有佢嘅人。其實我一早已經懷疑警隊入邊有高層巴比倫咁，所以我哋要將呢啲人揾出嚟，斬除佢嘅助力。預埋我。
唉，喂，阿提，你咪有啲開心嘢同兩個仔講嘅？公司咧遲早係你哋兩兄弟㗎啦，我就想慢慢退落嚟，可以多啲時間陪下你媽咪。我決定放多啲權俾你哋。以凡，以後你全權負責龍城計劃，定期向我匯報就得啦，我信得過你。多謝阿爸。日升 ，X Project 你跟得唔錯，而家做嘢淡定咗好多。以後你做 X Project 嘅香港區負責人，要菲律賓同香港兩邊走㗎，生生性性為卓家做翻啲成績。仲唔多謝爹哋？多謝爹哋，我一定會俾心機。哇！你啊真係爽啊！兩個仔咧都做咗你左右護法，唔似我下邊啲細啊，淨係識俾麻煩我，一個二個都飯桶嚟。啊係啊，你哋有冇人才介紹俾我咁啊？你咪淨係掛住做啦，以後有多啲時間嘅陪我打波。飲啦，飲杯。爹哋媽咪，佢問咗你哋啲咩啊？佢哋有冇難為你哋？梗係有啦，講埋啲廢話，浪費我啲時間同口水。翻去要整碗燕窩潤下喉至得啦。我親自燉俾你補下身。都係你媽咪最叻、最抵錫。呢家人真係一見到就想嘔。嘔穿個胃都冇用嘅，最緊要揾到新線索。翻屋企。嚟睇下。阿挺你真係有計，又過一關。嗰班老臉想整死我哋卓家，冇咁容易。而家龍少死咗，佢哋應該可能將關兆恒入罪。不過雖然而家冇事，但班 ICAC 實咬住佢唔放，關兆恒應該冇利用價值。冇呢個咪揾個第二個咯，有幾大不了？阿明，你企喺嗰度做乜啊？過嚟一齊食飯。哦。多謝卓生，我諗跟卓生走多兩轉，好快可以退休啦。以後唔好叫我卓生啦，叫我老闆啦。知道，老闆。聽講你嗰晚都有幫手喎。都係多謝老闆俾機會我跟啲兄弟學嘢啫。我就零舍欣賞嗰啲有膽識嘅人嘅，只要你以後老老實實跟我做嘢，我唔會對薄你嘅。知道，老闆。總之老闆有咩吩咐，隨時出聲。食飯。自己一個匿埋喺度食魚蛋粉，即係今晚宵夜唔使預你啦，係咪啊？你又出去咩？我同以凡食飯啊。OK， 冇問題。Go go go！ 你個傻婆喺度傻笑，係咪有啲開心嘢想 share 我聽下嚇？我同阿峰有湯飲。有湯飲？即係好滋潤嗰啲咯，就係咁咯。即係好 sweet 咁啦，係咪啊？講完噶啦，就係咁咯，好滋潤嘅湯。咁你咧？你同嗰個卓爾凡甜唔甜啊？你收復咗佢未啊？咩啊？咩啊？咩收復啊？即係收復4部曲啊！嗱，第一步 ，OK， 你要熱情。咁第二步咧，你要發脾氣啦。第3步就係冷淡啦。咁最後超級熱情，你要又冷又熱，忽冷忽熱，即係若即若離啊嘛。咪就係咯，我塞錢落你袋啊嚇！男人呢種生物嘅體內存在住一種基因，叫做狩獵基因，所以要俾佢追你追到佢氹氹轉咁先得㗎。最後你就突然之間殺佢一個措手不及。我教你2招 ，OK？
成360度之後，你癲㗎？得唔得？得唔得？唔得。嗱，要拉下筋，睇下你有冇呢個 potential，呢個骨骼精唔精奇，然之後睇下你啲筋骨夠唔夠鬆啦，鬆下啲筋骨，睇下你有冇。佢食飯之前都要熱下身㗎。好啦，嗱，我哋試下腰力，1、2、3，我幫你，我幫你。嚟，講上嚟做乜唔同我講聲啊？做咩？唔想見到我，定係唔敢面對我啊？咩唔敢面對你啊？星期六晚去咗邊啊？咩星期六晚啊？你講咩啊？星期六晚？星期六晚你去咗中環喎。我去中環做咩啫？你去中環幫卓庭光嗰班人揸車打劫，警察知犯犯法，你都幾好嘢㗎。你冇證冇據，你唔好亂講啦。你仲記唔記得尹在思係點死㗎？嗰兩個證人點解變咗被告㗎？你而家知埋卓庭光嗰班人嗰度？阿鳳，我辭咗職㗎啦，嗱你唔好煩。韋繼明係咪跌壞咗腦啊？而家我好清楚我喺度做緊乜嘢，你唔好理我啦，好唔好啊？如果阿雪知你變成咁，佢死都唔眼閉。你唔好以為你自以為是，當你講乜嘢都啱。喂，做乜嘢啊？做乜嘢？發生乜嘢事啊？每一個人嘅立場都唔一樣，有啲咩嘅唔啱咪傾到啱咯，唔需要喐手喐腳㗎係嘛？我唔識傾啊嘛。以凡講得啱啊！我哋朋友嚟㗎嘛，有咩唔啱咪傾到啱咯。點解要喐手啫嚇？冇嘢喎，都冇事。男人嘈口好正常嘅啫，係有嘢嘅，打咗交啦。你哋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今次唔係第一次啊。每次我都扮睇唔到，係因為我想俾個空間你哋解決問題。但你哋根本冇正視呢個問題，淨喺度估嚟估去。其實我哋咁難得先至撞得翻，做翻朋友，係咪一定要搞成咁呢？我知道你對以凡嘅屋企人好有意見，你覺得佢哋嘅處事嘅方法唔符合你期望，但係佢哋係以凡屋企人嚟㗎。你係咪想見到以凡好似當年咁冇晒屋企人，你先開心啊？咁如果屋企人犯咗法，係咪都要盲目包庇？咁而家我同以凡拍緊拖，係咪等於我會包庇？算啦，我明白我契爺嘅身份係會令到某啲人對我有偏見。如果佢係認定我係衰人嘅話，我點樣解釋都冇。時間會證明嘅。我淨係唔想我朋友犯法啫。你唔好下下用朋友攞嚟彈我哋。朋友係唔會喺對方傷口上面撒鹽嘅。唔好咁啦，你哋。阿峰都係因為緊張你先至一時口快嘅咋。唔係一時口快嘅。Take care 啦。峰。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那種真找不到缺點。喂，又係你子華要嚟發泄唱歌嘅？咁你攞驚定贈慶咧？唔係有共情，係友情歲月喎。咁要對症下藥啊嘛，樂志峰，你俾啲時間阿明啦。可能佢真係唔知道事實嘅全部咧。佢跳樓唔死，醒翻就走咗去以凡做嘢。以凡嘅老豆做咁多衰嘢，佢知㗎喎，佢都查咗佢好耐啦。咁可能阿明真係有把柄俾佢哋捉住，所以先要被逼幫佢哋做嘢咧。我都有咁諗啊，我仲諗過啊，佢會唔會好似嗰啲電視劇攞到橋段咁樣，走去做臥底啊？我果然冇估錯啊！估咩啊？你啊，開口埋口啊，就喺度講話阿明邊度有幾衰有幾衰啊！其實咧，就係你心裏面始終都係相信佢係一個好人。唉，咁就係我諗冇用啊嘛。事實上呢個世界，人係話變就變噶嘛。嚇，上一秒仲一齊對付一個敵人，下一秒變咗你敵人喎。咁就係咁殘酷噶啦！唔好咁啦，我陪你一齊揾真相啊！
我而家咧覺得好似發咗個夢咁樣，失散咁多年，而家遇翻啦，點知都係要各行各路。我明啦，就係從來都冇人可以保證得到呢一刻嘅快樂係可以 last 落去。係咪真係要講句珍惜眼前人？嗯。做咩？嗯？哇，高 Sir，你今日都可以咁早走嘅？呢輪天下太平啊嘛，日日係咁咪好嚇。哇，撈到掂喎！師兄，得唔得閒飲杯嘢？好啊。衛生。OK，唔該，擺低。好，得佢。而家呢只靚年份，醒晒啦。哇，幾時學識飲靚酒㗎？呢排揾到啲，咪嘆下咯。哼。嚟，飲翻杯先。係。掂你有一晚咧，你喺證物房撞到我。嗰晚我做一件事，令我揾到第一嚿錢。咩事啊？幫卓廷光個仔攞翻件空氣出嚟，就係咁。你偷情啊？唔知啊，我仲幫卓廷光佢打劫咗筆金磚。中環嗰單劫殺案其實係黑吃黑，係聯興同卓廷光佢哋合謀一齊搞。我咩都冇做啊，我淨係揸車咋，穩陣。有啲嘢你唔可以亂講。如果你真係做過嘅話，你要自首。咁你唔關心下我點解我而家會咁做？你知俾咗我以前我一定會，就係因為穩在私單嘢。嗰陣時我身為警察，我撲心撲命歇斯底里咁樣，佢希望揾到啲證據出嚟可以指證嗰班衰人。當時警隊冇人 support 過，冇人欣賞我咁樣做。之後發生咗啲事，我走去自殺，好彩我死唔去。跟住我先睇清楚，原來一直最戇居嗰個係我花咁多心力同班有錢老豆。呢個世界有錢先有公義噶嘛，我做咩要同錢過唔去啫？同埋我咩都未享受過，我就咁死咗去，幾嘥啊！我而家明啦，其實我都可以出人頭地，咁咪同班有錢佬合作咯，分佢啲錢出嚟咯。阿明，你覺得你咁諗係好聰明啊？乜你唔係咁諗？你去得卓廷光嗰啲私人 party， 你同佢咩關係？心照啦，你就係嗰個喺警隊一直包庇佢哋，唔俾人去查運在司嗰個高層。呢支煙頭就覺得我同卓廷光有關係。卓義凡係我由細玩到大嘅好兄弟嚟嘅，而家我幫佢哋做嘢，佢點都唔同我講。師兄，你以前教我一套，你自己做一套。你揾咁多，你冇諗過帶挈下我㗎？你早啲教精我，等我唔使行咁大條冤枉路啊嘛！我都唔知你講乜，你真係唔知我講咩 ？OK， 如果你又當我係細路嘅，俾個機會我同你一齊揾食。你知卓廷光佢哋係咩人啊？你有我喺入邊做照應，做起嘢上嚟更加方便，更加安全。
你騰嚟騰去做乜？你坐低唞下啦。呢幾日你瞓得咁少，琴晚直頭冇瞓添。我邊度瞓得着啊？以凡咁多日都冇翻嚟，係咧？佢真係唔係俾人綁架啊嘛？係綁架嘅話，我早就收到電話攞贖金啦。醫生話你個肝越嚟越差，而家最緊要嘅係休息多啲。你放心啦，我實揾翻以凡翻嚟嘅。阿哥啱啱覆咗個 message 啊，佢話佢心情唔好，想行開下，過幾日就翻㗎啦，叫我哋唔使擔心啊。以凡有冇話佢發生咩事啊？佢冇啊，媽咪。哎呀，點解你問多兩句啊嘛？關心下佢啊嘛。媽咪啊，我梗係關心佢啦，但阿哥真係咩都冇講。日星，你兩個陪住媽咪，我緊要事出一出。佢講咗啲咩嘢？嗱，都係佢冇事㗎啦，身體要緊啊，知唔知？阿奶，做咩約得咁急啊？唔可以等媽同聚會至傾嘅咩？日光日白咁樣見面太危險啦。我之前俾ICAC跟緊，我估佢哋已經成立咗專案小組。而家咩環境？唔清楚佢哋掌握咗我啲咩資料，淨係知道現階段佢哋應該冇咩實質證據嘅。Sorry 咧，嗰班老臉真係麻鬼煩。我如果俾人拉咗，我會好唔掂㗎。我呢個年紀，我翻唔到身㗎啦。我又要醫病，我又要照顧我個女，我已經諗住將大部分嘅積蓄留俾佢㗎啦。仲有，我諗住呢2日我會離開香港去美國換腎，我需要一大筆醫藥費，你會幫我㗎嗬？我明白嘅，我知你負擔大，你幫咗我咁多年，辛苦你。我會叫人攞錢俾你，等電話。多謝。個專案小組裏邊有咩人？Come in。張 Sir，落 Sir。點啊？有線索？原來劉太係多間慈善機構嘅董事，而呢啲機構一直都有接收廷輝集團嘅捐款，最高金額係2000萬。呢5年嚟，佢接收嘅捐款總共係12億6千萬。捐款嘅用途係包括埋交租，但係呢啲機構所租落嘅物業嘅持有人，全部都係劉太名下嘅公司所持有，而劉太係一路都冇申報。咁即係劉太已經觸犯咗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俾劉首長知道嘅話，佢都觸犯咗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申請調查令，政治一組請佢哋翻嚟協助調查。Yes sir。冇啊，定哥。阿明而家咪跟緊你做嘢啊？你小心啲佢好啲啊！點解咁講咧？直覺啦。佢同我傾偈嗰陣，我覺得佢似套料多過同我聚舊，你要防下佢。我留佢喺度係用嚟擋子彈嘅。咁咪最好啦。黎正田嗰度咧，你咪俾咗錢佢走啊？你唔驚佢爆晒我哋媽田嗰啲嘢出嚟？我都有諗過，今晚我一次過處理晒呢2個人。喂，點啊你？冷靜咗幾日，心情好翻啲未啊？嚟，坐低坐低坐低。呢幾日自己又諗咗啲乜嘢啊？做咩好似越嚟越負面咁樣嘅？我真係越諗越唔妥啊！之前遠勝單 case， 我已經懷疑阿爸佢包庇卓庭光㗎啦。而家你哋又查緊佢喎，咁即係我嘅推斷冇錯啦。細個我又誤會佢出軌，當正佢係壞人，但而家我驚佢真係一個壞人啊！我明白，你好想快啲知道個真相，不過你暫時唔好諗咁多啦。嗱，無論個調查結果係點，
我都會陪住你嘅。不過我係相信公義嘅。如果我爸真係有做錯事嘅話，我唔會怪你拉佢嘅。你知唔知啊？環球百貨前排宣布清盤，做完嗰一折大減價執鬼咗。唉，唔好提啦，嗰排忙到七彩，知都冇用，都冇時間掃貨。唔好意思啊，你哋咪搞錯咗啊！環球百貨，我朋友早2日先去買咗一大堆嘢啫喎。冇可能，環球百貨2星期前執咗啦。想知我去咗邊啊？呢？我去咗 shopping， 我都唔知自己仲可以捱得幾耐，所以我一次過將曉珍未來10年嘅生日禮物一次過買晒。Sir， 黎主任講大話，佢一定係孖團嘅成員。我仲 check 到佢申請咗3個月大假，我拋佢離境，攞唔切搜查令啦，即刻去截佢。Yes sir。小王，通知跟蹤咗。Yes sir。韋生，卓生又要揾你，呢邊請。吳生，卓生揾我咩事？開車。羅 Sir， 黎主任架車啱啱開咗，我哋而家去跟佢。去緊咩方向？而家竹陽路，準備駛入西貢公路。得，跟上去，趕嚟。係咧，卓生有咩要揾我幫手啊？等我早啲可以準備下啊嘛。做警察咁耐，有冇嘥過人啊？冇啊。咁今日我真係想大開眼界，究竟警察開槍有幾咁犀利？搞掂之後，阿正個位就由你去頂上。咁我哋而家去邊啊？殺邊個啊？一陣間你就知。我繼續跟啦。你而家落車，俾呢袋嘢佢，佢一打開個袋，有隊冧佢。收到。阿權，一陣間佢唔喐手嘅話，2個都隊冧佢。係。點？有冇發現？我哋啱啱見到佢去咗北角碼頭。得，即刻過嚟。你想要嘅？
啲錢咧？嗰日除咗你之外，仲有邊個喺別墅？你係邊個？你講啊！唔講我一槍打爆你頭！我唔知你講咩啊！你係唔講嘛？好嘅，Yes sir。開車。開始。韋繼明先生，而家係9月3號嘅夜晚10點25分，會由我哋嘅總調查主任駱子峰同埋我助理調查主任黃奕琪同你錄口供。請問有冇問題？冇問題。韋生，點解你會喺案發現場出現？阿峰，駱 Sir，駱 Sir，錄口供之前，可唔可以單獨同你講兩句？小王，出一陣。Yes sir。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冇發現每次當你查卓庭光嘅 case 嘅時候，都會受到上頭打壓，然之後單 case 就不了了之？我喺警隊嘅時候成日都有。咁同頭先嘅事有咩關係？喺傅天義嘅手下開槍打中李 Sir 之後，李 Sir 將佢真相同我講咗。點啊？點啊？卓庭光想問你啊，別墅入邊有咩人啊？你講啦。入名 Linda Lee， 警察局副局長簡志偉，洪柏蓮大狀，仲有警局高層畢永鏗。你埋卓爾凡身，就係想查卓庭光嘅嘢。即係有啲嘢我都要密密實實㗎。死仔啊！即係除咗頭先嗰4個人，魏正田、傅天耀，就係卓庭光佢喺唔同界別同佢合作緊嘅人，佢哋全部都有利益輸送翻嚟。我有啲查到嘅嘢係真嘅，咁即係警界、我哋 ICAC、商界、黑社會、法律界、政界都有卓庭光嘅。所以卓庭光先可以咁為所欲為，做咩都有人幫佢包底。仲有你家姐啊，你家姐佢一直精心部署，就係為咗對付卓庭光。所以為咗你家姐，你盡快拉晒呢班人。咩部署啊？關家姐咩事啊？當年林樓唔係意外，係一單大謀殺。卓庭光佢為咗收樓，引爆石油氣搞到冧樓，仲收買晒當年啲官，話呢單嘢係日久失修。你家姐佢喺菲律賓有少奶奶唔做，佢飛翻嚟香港就係要揾卓庭光報仇。佢就係知以佢今日嘅能力，先有資格同卓庭光抗衡。所以唔好怪你家姐，佢一直忍辱負重。黎主任中槍前所透露嘅，好可能就係Martin其他成員嘅名單。睇嚟我哋要擴充人手，盡快調查佢哋。峰啊，今晚你都攰啦，早啲快休息。我諗住去醫院睇睇阿珊先。好，咁我走先。曉珊，唔好太擔心你阿爸啦。我而家真係好擔心啊！
我仲好嬲添啊！到底佢有幾多嘢瞞住我啊？好地地點會無啦啦俾人謀殺啊？佢肯定有問題啊！我肯定啊！佢一定要醒得返，我有好多嘢問清楚佢啊！我有權知道我爸係咩人，我要佢親口俾個交代我。無論點都好，你阿爸就係你阿爸，佢好錫你。但係我真係好嬲佢啊！點解佢要群埋嗰班壞人啊？佢而家仲要爭啲搞到冇咗條命，係佢話要珍惜同我相處嘅日子，絕對唔會犯法㗎。佢咁樣做根本就係講一套做一套。總之等佢醒返之後，你哋兩父女一定要好好咁傾下。等佢醒返之後，我一定會勸佢自首，因為我唔想要一個執迷不悔嘅爸爸。呢一份係所有同卓庭光有勾結嘅高層名單，即係卓庭光撒韻在先，就係不遂包庇。冇錯。我哋一路以嚟做嘅嘢，一啲都唔白費到。明，你處境好危險，我諗你暫時避一避。咁你咧？我仲有計劃未完成。咩計劃？其實份名單我交埋俾阿峰啦，交俾佢哋處理啦。就算佢真係坐監，我要佢入去之前一無所有。因為呢一個人，你俾佢有錢，就算佢坐監，佢都會勾結出面嗰啲人。佢出翻嚟，又會用呢啲錢去害其他人。你咁樣好危險，咁我唔湊住啦。你已經幫咗我好多㗎啦，你放心啦，我有方法去完成呢一件事啊。尋晚喺北角碼頭發生一宗槍擊案，事件中廉政公署經過我哋警方同廉政公署嘅溝通，你放心啦，阿耀個手下會自動自覺攬晒上身㗎啦。我而家係擔心韋繼明嗰條撲街有冇同 O 記或者 ICAC 亂講嘢啫。得，我即刻返差館了解下。我哋可以 charge 疑犯韋繼明謀殺同埋非法管有槍械，但係軍械法證科證實咗，韋繼明嗰把槍係冇開過，而且韋繼明話嗰把槍係屬於蛇頭嘅，即係我哋拉咗翻嚟嗰個古惑仔。咁係咪即係 charge 唔到佢啊？咁 ICAC 嘅黎主任而家咩情況？黎主任仲喺醫院昏迷緊，指控唔到疑犯韋繼明。咁幫韋繼明錄份詳細口供之後，我哋扣留佢48小時。畢永亨嗰邊淨係扣留咗韋繼明48小時，我覺得有啲唔妥，好似故意放生韋繼明咁。你連畢永亨都要小心啲。我知㗎啦，呢件事等我嚟處理得㗎。揾我有咩緊要事？對唔住，阿明同我講晒，你翻嚟香港係揾卓庭光報仇。你唔認我，唔認阿媽，就係唔想連累我。咁你而家知道咗，對你有咩好處？我做咗 ICAC 咁耐，我突然之間覺得有啲真相係唔知好過知。我唔係講緊我係講緊你。如果你唔知道個真相，你就唔會一個人承受到痛苦。我係覺得公道係好緊要，但係如果要犧牲你去換個公道翻嚟，
我會好心痛。我嘅計劃就嚟成功啦喎，你應該替我開心之後。開心？我咁多年嚟冇開心過，我呢度只有內疚啫。如果當年我咪甩開隻手，你就唔去咗菲律賓。你冇去菲律賓，就冇一個人承受咁多嘢，唔會咁孤獨。從我甩開隻手開始，你就一個人承受咁多嘢。我淨係幻想到你每一晚喺度喊，冇人照顧你，冇人嚟氹你嗰畫面。對唔住家姐，要你一個人走咗咁耐。細個阿爸好錫我，就算阿媽偏心你，我都唔會覺得。但係唐樓冧咗，阿爸死咗，我斷埋隻腳，之後經歷咁多嘢，咁多年，我先真真正正覺得好糊塗。但係好多謝你今晚同我講呢一番説話。我知我叫你收手，你唔會理我，但我希望你俾我同你一齊行喺條路。咁多年嚟，我同你哋保持距離，因為我真係想你哋安安穩穩咁生活。我嘅計劃一日都未完成。咁如果計劃唔成功，咁今日係我同你最後一次見。